頭一屆金會獎今仔日頒獎，這回大獎之一非虛構類金會大獎，是以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為書做主題台文繪本，若是咧送批得獎。這繪本若是最好看，圖嘛畫甲真有路，其中嘛有台文創作的作品，這是頭一屆金會獎的入圍作品。那現場嘛有劇團結合繪本的表演，觀眾是看甲真入迷。二手媽媽。 頭一屆金會獎攏總有6道獎項，這擺上互人關注的是金會大獎有虛構甲非虛構類。虛構類時勢感覺是會點得獎，若非虛構類的得獎者是以台文創作，若是咧送批得獎。以白色恐怖時期，這受難者無送到位的為主做主題。台灣人即擺足自由嘛吼，咱攏感覺自由民主是真自然。其實自由民主其實伊是真濟人是努力來。這個金會獎吼，足好的，就是講吼，因為台灣真濟足好的創作家，咱若有這個獎來甲大家鼓勵，大家有這個鼓勵到這個繼續創作去的迄種的迄動力。繪本長期以來攏是金鼎獎下底一個種類，創作者毋若欠缺資源，就算作品出色，嘛無轉屬的平台，互因肯定。文化部今嘛是國家級的金會獎，都是毋忘替台灣繪本的創作打造金鼎獎、金漫獎、金典獎出版界3金，平齊徛平台。如果我們不給這個機會的話，他們很可能畫一畫，就算得到波隆納到處得獎完之後回來還是很寂寞，他就不畫了，因為畫一個繪本他沒有辦法生活。我認為這個生態一定要建立起來，所以容我很驕傲的說，今年2026年是我們的繪本元年。文化部講部分得獎的項目作品會當申請文化部60萬的獎勵，出版後一本作品。全部得獎的作品嘛優先列入 Books from Taiwan 2.0外譯推廣的計劃，把台灣的繪本撒到全世界，讓國際看到咱的作品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